2023年的第一天，达喀尔要完成601公里的赛程。五浦大海盗方面，扎克尔不负众望，目前已经相较发车位置上升了29个位置，处在第56。今天是23赛季达喀尔的第二天，扎克尔呢就是今天我要说的大落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本来58顺位起跑的扎克尔在48公里第一个打卡点的时候就掉到了107，在 PK 186的时候更是掉到了127的位置。后边看起来相对就比较顺了，最终完赛的顺位是107，总榜掉到了第92。妈的，倒霉了！护平叉的轴断了，护平叉的轴中间的轴断了。第三天，今天有着670公里的路程。扎克尔今天从111位起跑，现在排在第50，前进了61位。第4赛段577公里，扎克尔赛段第74，总成绩第72。今年倒霉了，今年倒霉了。不报，一直在吐。3赛季的第5天，普大海盗方面，今天我不得不说，扎克尔今天又倒霉了。看起来他的供油问题可能还是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，目前也已经完赛，处在第85。4赛季的第6天，普大海盗今天扎克尔是中国车手中最好成绩的第42位完赛，看样已经整理好心情，重新开始进入状态了。达喀尔的第8天，明天将是在利雅得的官方休息日。据说扎克尔跟赵老师有了王重阳的症状，目前两个人的身体状态看起来都不太理想，但是今天的完赛成绩扎克尔可能是拉力猪，今天一马当先，第37位完赛是中国阵营中最快的。